談判技巧第二就係拒絕對方嘅第一口價，係要你喺個談判裏面咧，同對方營造一種咧你贏咗嘅感覺。OK 嗱，無論你係談判嘅邊一方，無論你係 offer 嗰方定 counter offer 嗰方，你要個談判談得成咧，你一定要令對方覺得佢自己贏咗。我強調係佢覺得佢自己贏啊！點解你拒絕佢第一口價，佢先會覺得自己贏咧？如果你一嚟就 yes 我，咪即係話其實呢個價你好可以接受，我咪即係覺得自己會俾多咗咯，係嘛？咁我會點啊？我會諗辦法反口。識唔識呢個人啊？而家畫面上面大家見到嘅呢個就叫張子強啊，佢死咗㗎啦嚇，佢死嘅時候你都未出世應該。喺90年代就綁架咗李嘉誠嘅大仔叫做李澤鉅 ，OK？ 張子強佢就包住成身嘅手榴彈去到李嘉誠嘅屋企，佢講話嗱，而家你個仔喺我手上，即係如果你想佢安全翻嚟嘅話咧，咁你就交低啲錢啦咁樣。張子強開價20億，最後成交價係10億。假設我就係張子強啦，成哥，如果你想個仔安全翻嚟嘅話咧，咁你俾20億我啦。然後你即刻話 yes， 你覺得你係張子強，你會點啊？咁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成哥，我都係諗過度過，都係唔低20億太少30億啦咁樣啊，係咪會有咁嘅情況啊？調翻轉頭，可能阿成哥都 counter offer 佢嘅喎，可能佢一開始都唔係講10億嘅喎，一開始講20億太多啦喎，阿張生6億啦好唔好啊？如果6億嘅時候，張子強又話好啦咁樣，咁啊成哥覺得咩啊？開大咗，原來6億即刻應承 ，OK。總之第一口價點都好唔好應承 ，OK。咁對方就會覺得喺呢個嘅談判裏面咧，又會覺得自己就賺咗贏咗咯噃，OK。關注我做 Top Sales。